原價59.99一對枕頭，特價8磅，1磅有4隻茶杯，10磅有座台風扇仔，仲有好多家品日用品，臨審野買。今集堪記士多，就同大家去 Nottingham 嘅 Kieran's Corner， 一齊睇下啲開倉貨。唔單止咁樣，我仲揾 AI 幫手做格價專員，同我做一個格價大對決。睇下呢度係咪真係咁平先？有冇筍貨可以喺度執到呢？睇片前記得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， 撳埋鐘掣，仲可以用 Super Fans 支持我。呢個 Kieran's Corner 係位於 NG5 Arnold， 佢營業時間係每逢星期六日上晝10點到晏晝4點。呢個時候慢慢入去呢個嘅入口睇下先。佢嘅環境呢就唔算大，有2個單位擺滿晒唔同嘅貨架，擺放種類呢係有啲雜亂嘅。所以我而家同大家抽啲唔同種類一齊睇下啲價錢先。先睇下呢啲家居嘅日用品，一 set 3個唔同 size 嘅煲，只係6磅。AI 搜尋結果 ，eBay 上邊賣緊9.99磅，仲要運費。呢個可換刷頭嘅清潔器就5磅一盒。其他牌子差唔多功能嘅 eBay 就賣緊15磅。呢個新縮嘅花灑頭3磅啫，我都即刻買咗個。AI 分析呢一類貨品至少咧都要15磅，哇，又慳咗。12支膠水1.5磅，eBay 賣緊4.5磅。呢個買餸車睇下先，就6磅，都幾抵。同類型嘅車仔，原來要買成20幾磅。床單呢，原價10幾磅，特價3磅幾，就真係幾平啦。隔籬嘅被袋枕頭袋 ，double 呢就7磅，single 6磅，外邊呢就一般超過10磅啦。而且有啲 pattern 都唔錯，都幾 modern。仲有 for 小朋友嗰啲呢就6磅。2個 layer 嘅廁紙18卷，4磅一 pack。10磅咧，仲有3 pack， 即係54卷。eBay 得出嚟結果就由3.99磅到5磅幾，不過有時有啲特價會做到3磅4幾。廚紙一 pack 3卷，2磅，5磅仲有3 pack 添。外邊最平多能要2磅幾。餐具套裝16支都係4磅啫。AI 話最平都要7磅。呢啲預熱會轉圖案嘅杯都只係1磅，佢分別有 Three Lions 英格蘭足球隊嘅圖案，另一款係英超球隊車路士嘅版本，而且仲有官方貼紙。官方原價賣接近13磅，就算而家 eBay 有嘅呢，都要接近6磅。量杯1磅，10磅就有呢套黑色系列嘅煮食刀套裝。AI 揾到最平都要12磅，100支木匙羹都係1磅。廁所刷1磅，佢仲有啲家私添，例如啲 sideboard 只需30磅，B&Q 就算做特價都要55磅，用嚟擺裝飾嘢嘅紮台12磅，網上賣緊32磅。
戶外用嘅地蓆大卷呢10磅，呢隻有唔同嘅 size， 最細張嗰啲呢就喺敦林賣緊10磅。花園用嘅太陽能燈1磅2支，都比外邊正價平嘅。呢個台鐘設計都幾靚，有啲古典味，睇下幾錢先？6磅。AI 就揾唔到同款嘅鐘，差唔多款式嗰啲呢就20磅起。呢支台燈呢價錢6磅，睇落都幾靚。AI 睇到啲有牌子差唔多款式嘅就27磅起。玻璃水煲8磅半，AI 揾到啲平極嘅都要9磅99起。7磅呢就有呢啲手提嘅吸塵機，啱晒車度用。外邊起碼都要10幾20磅。仲有呢啲大型嘅卡拉 OK 喇叭，價錢呢就15磅到30磅。AI 就發現細部嘅都要20幾磅，大部嘅差唔多 function 就要38磅起。無線 mouse 3磅，仲有藍牙 speaker， 唔同款式呢售價就係8磅。比外面賣緊差唔多12磅都要平。藍牙耳機6磅。AI 就幫我揾到一間網站，只需要賣4磅啫，連航拍機都有19磅。不過原來 eBay 差唔多款嘅，只需要18磅99起。戶外暖爐大部呢就35磅，同款式 eBay 賣緊65磅。好，我哋嘅格價暫時去到呢度。睇嚟今次格價大對決已有優勝者啦。Kieran's Corner 勝出，睇嚟佢普遍貨品都係平過外邊少少嘅。當然平唔係最緊要啦，最緊要就係大家啱唔啱心水。頭先抽起嗰啲全部唔愛，其他嗰啲通通同我包起晒佢啦。好多謝晒。跟住就有啲節日擺設，大概2磅3磅咁樣。如果啱心水嘅呢，可以買定，年尾拎翻出嚟做擺設啦。而至於之前 Easter 賣剩嘅貨品，更加由3磅減到去50p 添。除此之外，仲有大量嘅畫具，啱晒中意藝術嘅小朋友。1磅有2支 DD 吹波波，啱晒夏天喺花園度玩。而一啲秋冬用嘅棉被、毛氈、爪毛睡衣等等，都特價發售。仲有一個 Beauty Corner， 所有 items 呢係1磅3件，不過呢就唔知大家敢唔敢用啦。其實裏邊嘅貨物種類真係一啲都唔少，有大量唔同種類嘅玩具、日用品，仲有其他唔同類型嘅貨品。有部分價錢呢就同外邊嘅 One Beyond、Poundland 嗰啲差唔多，但係亦都有唔少係開倉價嚟嘅。我就求其拍啲俾大家睇下啦。呢度我都嚟過幾次，每一次咧都有唔同嘅貨品，似乎一批賣完咧就未必再返貨，所以有時禮拜6日得閒都會嚟呢度行下，睇下有冇機會執到啲啱用又平嘅嘢啦。今次就分享住咁多，下一次我哋再見，拜拜。